这是啥？这就是阿公报别人的钱。阿公若走了后，别人嘛会阿公钱。紧转来啦！讲甲你来到厝内啊！啊，你下个月若阁无法度还我吼，你迄厝的气氛哦，都变我的啊。恁老爸即马吼是咧算讲，甲恁家底先借一寡钱啦。呀，你莫甲阿伯客气。哎呀，阿公真正着新冠啦！爸，大家拢伫下哦，要放心。而且咱若好好做吼，天公拢看会到。阿公。规定爱24小时来补我。咱爸若是我都办过费息，啊，这个背包我哪有法度收转来？啊，咱这间厝就袂用摕啊伊啊。即摆这个钱你一点就袂做，恁两个一直干，这是做。我的阳光公。台湾本土疫情愈来愈严重，病毒已经有拖到社区的现象。各地感染的情形会当讲是愈拖愈济，各地的产业拢受到最严重的影响。真侪餐厅甲旅游业者，嘛因为疫情挡不住压力，必须要关门或者是倒店。亲像是咱所了解的游览车业者的经营，嘛是真正是困难。我的阳光公。逐工来摆这防疫嘛无效，一台高铁落来无几只尔啊，这等死啊！系啊，你出去放水顶嘛是找死，咱遮就是安尼啦，毋是病好死，就是枵好死。走啦，对阳蛇你无看到？快点！姐，快点！我知道。哎。来，阿公，我家己会晓饲。我甲你穿较紧啦。阿公，拍胶纸。无要紧啦，到纸有该着咱啦，对无？来啊！来啊！恁是？不哩，送你好，我昨有打电话互你。喂，哎，那你较紧的，紧转来啦！我咧上班啊，我无时间甲你。来到厝内啊！你爱偌久啦？哦，好啦，你较紧的。好啦，我随转去啦。你这钱甲我欠遮久啊呢？你输拢时，你讲要甲我借钱，啊，我嘛足阿三你拢借你啊。啊，你一欠拢欠遮久，我这对这真袂当谅解呢。歹势啦。啊，你下个月若阁无法度还我吼，足实的哦。你迄厝的气氛哦，都变我的啊。我厝若要安怎处理，我就要安怎处理。你吼，无啥物话通讲哦。我即马所有的代志吼，我拢交律师去处理。啊，你若有啥物代志，你听律师讲，安尼好无？哎，即马美国时间吼，已经10点外，啊嘛食暗啊，我嘛要来困啊。吼，对呢哦。哦，see you。无啦，大伯，喂，挂掉啊！袂安怎啦？这代志袂使互爸知啊！你知影袂使有爸知啊？要安怎？我过两工我去打电话甲大伯甲拜托甲要安怎？干！
阿贵啊，真爽。可以，后面阿哥，哦，真个乖哦。厝内无人啦，幼儿园佫无上课，只好甲带咧啊。以前怎过身的，毋是减咱外后的。对啊，哎呦，真好走，困了就走啊。哦，有收啦，才好命。你那个新妇就无遐好命咧。系啊，你那新妇较早还佫有人一个咧斗趁钱咧，整个一个查某人，囡仔还佫细汉，伊还佫头发不然哩，好咧，这是爸爸这啊，无啦，你免爸爸这啊，你佫恁遐老人年轻的也无啥食，你能看到可怜就加包。这毋是白包，这是交陪。你安尼啊，你害我做歹做人嘞，人生海海啊，莫讲遐济啊。害你头啊！怎要讲安尼？伊当初你嘛是讲你逐个月一班要互我斗3天啊？你讲，你偌久无我？你讲？你拜托，你这边外口啥物情形，你毋知吗？哈，规路里拢无人啦，我逐工咧放水灯啦，钱，无来去抢好无？当初是甲大伯招的遐，你嘛是先摕200万去啊，毋是？你讲啥物笑话啊？这间厝我嘛有一半呢，哈，咱是用这间厝的送款去借钱的呢。我做阿遐，我摕一半有啥毋对？我摕一半敢有毋对？佫有，你后手你借的咧，我一角样拢无摕着咧。你即摆讲这无效啦！这间租厝百几年啊，厝把交啊，咱的手的都无2档咧。我安怎讲嘛袂使叫人拆伊啊！你也知哦。副所长，青年致电，请到咱的主席者请就位。礼先请上香。再现盛会。听我讲吼，顶来看到你啊，就是这爷啊，非常感谢，请各位人吼下面有过身就会变做爷啊。听我讲吼，就会顶来看个家，要甲大家讲我真好，毋免挂心。所以看到爷的人吼，会足甘心的。然后阿公再见。安尼嘛，差不多20万。恁公司遐，你敢总无你朋友司机？后来佫有甲李进遐佫招挂啦，总阿共爱40万。你李进遐你干，你要真正，我买好无目屎啊啦，哈！大家拢讲我这做阿兄的啦，我懒惰啦，结果咧，了尾仔囝是你，毋是我，哈！我得甲你拜托，你毋好母甲讲咱大家以后爱困车头啦。袂啦，袂，你讲的，咱以前，我欠你遐3个月，我会紧互你。恁爸真正一世人，甲你做着兄弟，我足衰小的。你放心啦，这间厝我袂用拆伊啦。系啊，真久无看的无啦，还是讲要甲你问看卖啊，你最近敢有方便？哟，就无搭拄好你，就讲甲你留一挂，看有无？无要紧啦，哈，哟，时机歹啊你，我知，好啦，迎接讲啦，好。
日拢较早。新的一天，有新的快乐，跳舞爬树，看册画图。新的一天，有新的心情，想起伤心过去过的笑嗨嗨。爸，哎，爸爸，哎，乖，对吧？爸歹势哦，啊，你进出拢麻烦你。歹势，你莫叫我爸哦。啊？我是珍珠的同事。好啦，啊，我先来先顾啦。好，好，咱来换衫。好。阿公，3点嘛，幼稚园今麦要食点心吗？哦，好来，咱今日食牛奶配饼好。耶，我上喜欢牛奶啊！我就知。阿公，这是啥？哦，这是珍珠后摆的嫁妆啦。啥物是嫁妆？哦，嫁妆就是你结婚了后要用的钱啦。这顶头哦，写的就是阿公包别人的钱。阿公若走了后吼，别人嘛有阿公钱，迄钱就是会当做珍珠的嫁妆啦，知无？真热。拜拜。有看到啊哦，吼，破熏呢。小姐，你的技能够好啊哦，诚心对你的。好，我知。安尼啦，是啊，即摆以前大家拢爱合作中呢。伊啦，我会注意。好，拜拜。好啊，好，拜拜。后壁要加2个嘞。生日快乐！来。还阁会记我的生日哦？当然的咯。无你拍开我看卖啊！咱先唱歌啦。紧食食，我要转去上班呐。无。哪会遮干呢？无拄则我过马路先看到一个阿婆，安尼行路做慢。你莫解说啊！咱分手。依婷啊，你莫讲闹啊啦！你之前嘛拢安尼啊，2礼拜了，是毋是嘛搁好好，对无？我是讲正经的。啊，你头前5摆嘛拢讲正经的。你脸遮高水哦，你今日为了做水呢。你已经30岁啊，你敢有想过你的将来？我含你买2个保险的呢，终身的呢，当然嘛有想将来。你莫想要靠你的缘投甲浪翠花过一世人，你知无？无啦，什么意思啦？啊，分手阁有咧讲人缘投的哦，我真无啦。大小姐，那毋是超跑载你转来啊？我要互你知我到底在食啊？阮这嘛算是古晋的。吼，安尼你要到底食？等，我借问一下吼，啊，你即摆你这个查甫的进度到倒位啊？你旧年迄个经理吼，点去啊？去你啊？恰查某？爸。会转来啊？哇，好。公。啊，真处你无叫哥哥姐姐。伊歹势啦，伊内心就转来啦。嘿，你话讲。嘿，较早转来，阿公足想念的呢。阿公，我嘛足想你好无？哎呀，足想我，就搬倒转来大啊，变咧起来啊。哦，你也无嫁无娶，分遮侪所在大要创啊？有听下无？好啦，你别再讲啦，你别再讲啊。有问题哦。爸，等下吼，麻烦你带珍珠先去房间一下啦。我有代志甲因2个参详，吼。好。嘿。
哦，无爱代志哦。哈。啊，叫恁一定爱转来一撮吼，是因为这吼电话内底讲无啥来清楚啦。爸吼平常时也无咧拜托恁啥吼，但是即摆可能都爱麻烦恁啦。爸先讲哦，我嘛毋是挑工的啦，我原来高不离三种啦，吼。这啦，你小看者，这恁即摆大即间啦，咧租厝啦。无啦，就真正贷款买游览车啦，想讲我著家己做头家较拼的吼，5、6档就顶好行了啊。哪会知影讲即摆疫情生意就无好嘛。游览车即摆买嘛算无啥会好咧，就贷款就。你讲规半步，重点煞无讲着。恁老爸即摆吼是咧算讲，甲恁姐弟2个人看到有法度先借一寡钱啦。哦。需要偌济？哦，差不多40万啦。最主要吼是即间厝吼爱保会掉啦，无若去互拆去就袂赴啊。恁放心啦吼，看恁借偌济吼，爸吼爱慢慢趁吼，才豆豆行恁啦吼。偌济我毋敢讲啦，毋过我会尽量。哦，我含这共款。好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老爸算好命，饲着恁2个安尼算有价值啦。爸，若无啥物代志，我要先来去啊，我搁较人有用。哦，好。来来，喂，这我先去睇做。行。爸爸，我先来走。物件用交替啦吼。毋甲讲者啊。阿公，我买菜啊。阿公，拜拜。伊伦爱啥无客啊？伊伦。迄你规工咧花无钱，种工骗的遐。哪有，总款拢要开了啊！唉，我若是无咧买，人生就变乌白。即摆哦，趁无偌济啊。啊，你拄则毋知咯？讲啥物？若这我毋敢讲啦，毋过我会尽量。你袂试啊？若无安尼讲，是要愈偌久？过2工吼，才甲爸爸讲歹势，吼。即摆手头啊，无法度，安就好。毋过，万一以后我若是无通本，要安怎？你搁咧下水迄边看厝，啊，拢互你啦。爸嘛正是，啊，佮补一个拖油瓶出来。嘿啦。阿公，啥物叫拖油瓶？哦，拖油瓶就是讲吼，你无介意的人啦。是安怎咧？哪会安尼问？哥哥姐姐讲我是拖油瓶。哥哥甲姐姐讲，迄拖油瓶就是迄拖就是土的意思。因为吼较早啦，迄油管啊足贵的，拢惊伊弄破。结果有一个人跳出来讲吼，我甲恁拖咧，安尼干仔就袂破去，安尼意思你知无？所以对啦，咱若对咱介意的人吼，咱会讲你是我的拖油瓶，嘿。阿公，你是我的拖油瓶。对，你嘛是我的拖油瓶啊！小姐，稍等一下。好36.5。啊，阿啥？你这个是要做啥？无啦，我今仔日原本就想要打电话甲你讲，阮爸今仔检查，结果发现着新冠啊。安尼哦，啊，这真好真好。
人是要安怎啦？看过医生嘛通报啊。啊，毋过我今仔开始都要在厝边关3工，暂时无多出门啊。啊，所以哦，即几工你可能竟先去住别个所在啊。阮妈真坚持啊。好啦。妈，你莫伤我紧啦！我是烦恼，我叫阮爸团练嘛。啊，无要紧啦，3工尔，我念就转来啊。伊伦，亚军，迄个锁匙啦，是干那3工尔，歹势啦。我妈讲吼，迄锁匙。安尼我有了解啊。Fiona，嘿，无啦，阮男朋友因兜有淡薄仔代志，啊，我想讲，敢会用去恁兜住3工？对吼，我哪会遐讲啦？无代志啦，无，好，后盖够约，恁嘉宾，好，拜拜。废话，有一通好住女社，我搁找你创啥？气死人有影。喂，佩慈哦，足久无看的呢。无啦，我男朋友因兜有淡薄仔代志，想讲看会用去恁兜住3工无？哦，你搬转去啊？安尼真正是无法度。哎呦，依伦啊，吼，你总算回来哦。恁阿公啦，恁爸啦，看见你回来一直足欢喜。啊，对啊，你是安怎讲无代无志要住外口？啊，即摆回来要住偌久？听说要住几工？你上好一直住到吼，住到你结婚迄天。3工尔。啥话？你讲啥？你讲啊大声诶3工。嘿，3工了后，我就要走啊！是安怎住3工尔啦？啊，你喊得回来，咱无要加住几工啊？你以前哦，恁爸驶游览车的时阵，恁母也是车长啦。啊两个逐不时拢无伫厝，常常拢嘛你要去学校上课，还是下课了要去英语补习班，迄拢阿伯甲你载的呢，有无？吼，你当阵啊！你大概你若英语考有90分以上，阿伯拢带你去食你上爱食迄间粉粿饼，有无？好，你会记无？感觉无啥物印象嘞，可能伤久啊。你无印象，阿伯是记条条的，你拜托。你敢知影？你即马吼，你嘛去做空姐，啊，你英语真好，才会讲话，英文程度真好，啊，你阿伯嘛算有功劳呢，对无？阿伯，歹势啊！我暂时无困好，我敢会用个眯者。好啊 ，OK，好你困。小眯者。哈，迄阵阿伯用手个，你自细汉吼，你就是安尼啦。见摆英语补习班啊下课，你一个上车，你逐摆发讲，阿伯我好累哦。啊，毋知你读册读到这忝，嘛是共讲叫我，你困，小眯者，你会记得无？有无？伊伦啊，你无问题吼？你即刻吼，阿伯先帮你放入门口遮，等下这个徛在内底。叔啊！这个环境实在是够寒的，我自细汉就讨厌啊。你快，那会遮重啦。
珍珠啊！哦，阿伯，嘿，乖乖，啊，恁姐姐倒来啊？珍珠，我哪无叫姐姐你？唉，这囡仔吼对。啊对，啊个下午困倒一间。啊，恁即晚拢安怎困？我著困头前迄间啊，啊恁爸嘛是共款困伊迄间，啊即摆就是珍珠拢对阿公困楼顶啊。哎。哦，啊，我困起遐就好啊。是安怎啦？就2暗尔。袂使啦，无你来困我迄间，阿伯款款的，互你来，袂使，我来困客厅，好无？啊，你无方你便喊你倒来2暝尔，好无？我来处理，哦，我来处理。我真正无需要安尼啦。袂啦，你莫甲阿伯客气。公哥别起来。是安怎？阿公，我来甲你量一下哦，嗯。哎呀，淡薄仔烧呢。好来啊，爸连面就好吼，啊你小恁来者，来随好，随好哦，马上好来，来。哎呦，爸你有感觉对伊无爽快无？无啦，啊都先啦。哎呀，阿公真正得新冠了啦！迄个有，你紧甲珍珠带落去。好，珍珠，来，紧来。哎，阿公得新冠，这样袂用食啦。哎。这嘛是你的中道呀？婆姐，哦，我啥？我哪？我会用老互阿公食吗？哦，这面哦，若是冷去，会结规丸。等阿伯甲阿公的药仔摕转来，我才煮阮食。你先食。切盘还阁摕用哦。迄顿阵拢是用这个。看，这边有绿茶有无？食啊。哦，迄个时阵，我感觉你病大，啊，甲妈妈去洗百货公司，我看到这个盘啊，我就足介意的。后来吼，妈妈就买2个，一个互我，一个互弟弟。弟弟，我讲的弟弟就是恁哥哥。迄个时阵哦，还阁无你啦。后来妈妈走啊，爸爸阁结婚，所以才有你。你讲妈妈走去倒位？走过身啊。妈妈死去啊？来，我甲你讲，阮爸爸就是恁爸爸，啊，毋过阮妈妈毋是恁妈妈，安尼你知无？你是真久无看到恁妈妈呀？最近头家甲咱讲爱轮流上班，毋知叫咱领半薪无？伊若敢吼，我就甲顾。你顾啊，少你毋敢啦。我来讲啊，即摆这个时机哦，会当领半薪已经袂歹啊。外口偌济人无头路的。我毋是安尼讲啊，一定有更较好的公司啊。像安尼吼，咱吼爱追求迄种更较好的公司，啊有更较好的薪水甲福利嘛，对无？
食头路是摕时间去换钱的。你这种想法，落下公司食死死我来讲。我是摕性命咧换钱的。啊，咱做人眼光爱看较远的啦。阮阿公着新冠啊。是哦，保重诶。阮阿公着新冠啊！阮阿公着新冠啊啦！哎，你有袂当来？不来走啊！不来走啊！喂，爱情。喂，一定，有听到无？喂，我来开会啊！而且我已经分手，你莫搁卡来啰嗦。我知啦，我唔是要问你，我问你讲，我保险阁有效嘛对无？啥？你着新冠？无啦，我袂着啦。我是要问你讲，我若着新冠，就会使申請啊对无？阁需要医生开的资料。好，安尼无问题，好，你去报应吼，拜拜。伊伦啊，无药仔交互你吼，我惊阿公母有倒去。你看，这顶悬日头的这就是早顿食了一包啦。我知。这交互你啊。哎呦，伊落来你迄行李嘛，莫伫放个食啊！你安怎咧装啥？等你来手伸出来。那，我会收啊。创啥啦？哦，恁两个。爸爸，阿公中新冠啦。有影哦，哎呀，恁敢有安那？哈？无啦，我拢有验过啊。无代志。安尼阿公敢有食药啊？去看医生啊？有啊。家你安无敲电话甲我讲啦？吼。敲什么电话啦？你议论拄倒来到厝尔啦，我叫伊休困者，伊要无闲当无闲使，到今嘛无休困着。药仔我去领啦，爸即摆伫内底困啊啦。我无亲像你安尼做大事业啦，外口咧无用，拼到阮伫厝内用无代志做，我就要斗相共去领药，也无要想那边领啊。摕只药啊，尔那细念，对啦，议论。吼，即摆阿公吼，甲真主拢爱人顾呢。你转来拄啊好啦，是讲你即摆伫倒位上班啊？你敢会使甲恁头家吼参详一下啊？这两工假咧。有啊，我请好啊，阿公会照顾。好。毋过我爱讲清楚哦。我刚转来3工尔，等我男朋友遐无代志了后，我就要转去啊。好啦。阿公即摆爱一人一间，安尼咱是要安怎困？对吼。实在是，你别困到。我习惯困内底。好啊，内底好。阿公，我倒来。阿公，这顿是屁叫，吵死啊！好容易困啊，较点呢。你喙仔安尼你挂咧吼，要着病就先喘死。你早这一大包是要创啥？阿公破病还有人照顾啊。你健保局有去通报未？有啊。我咧。你啥？你可无拖伫咧遮？袂用是啦，我有保险，会使领1万块呢。代志是大堆，我哪有闲讲遐济啊？算，你手叫我，我有查过过这个。你莫看我的相片啊！水面。袂付啊啦，1万块了起来啦，拢你啦。我屁呆哦！阿公。你要冲啥？阿公，我倒来哦。对。阿公，我倒来啊！你哪会走入来？我来等下照顾你啊！你有看我无？公孙的，你我会着啦。会啦，不然。你去看手啊！我有查。阿公，你最后讲嘅，你和我来玩好无？好啦，我给你摕落来，你这头我一个，赶紧啦。阿公，你安尼手袂使呢？对。
阮兜吼真久毋捌安尼，哦，规家伙仔拢倒来困，过年嘛无安尼。你吼，真正是心肝伤大啦，哈！毋知不甲咱这间厝即摆要去互拆掉？奇怪，你自细汉就安尼，小摊，读国小，你就知影讲头客厝内，你咧考地堂去校，袂互同学讲要趁啥物西客啊？叫老师抓着，敲电话叫老爸去点名去奋斗自发去啊！是安那，佮惊人知哦，可以歹势哦。细念。你放心啦，若真正母仔去人租厝哦，我会留一间房间互你啦。哦，感恩，千万唔通，你顾好你家己就好啊。哎。新的快乐，跳舞爬树，看这画图。新的一天，有新的心情，想你相信过去都珍珠，你看真棒的吼。哦，珍珠啊，7早8早你嘛莫安尼，吼。哦，今仔是几点你？哎呦，珍珠啊！你和阿伯拜托一下好无？吼，你明仔载若搁要起来跳舞，你9点以前好无？9点以前唔好起来跳舞哦，会吵着大家。吼，乖哦，阿伯甲你拍波啊！好啦。这里啊。食饭，来，阿公的哦。对啦。好。哎，水阳抱起来。阿公，抱起来啊！我知啦。阿公，食饭咯。安娜，想啊吼，我明仔载就转去啊。放心，我会好好甲你报一下。无啦，我是讲哦，你明仔载敢会使先莫转来？为虾米？你嘛着新冠哦？是无啦，只是阮爸拄则好，所以阮妈甲我讲，叫你先莫搬转来啦。好啊，我知。我食饱啊。你食饱？你当我帮爽快不？别使，扭一下。来哦。37.1，无法烧啦，毋过有淡薄悬哦。阿公，这剩的我食哦。吼，来啦，你我会着啦。袂啦，就用的。哦，姨姐啊，我对有老人是无差啦。啊，你若破病，是变怎去食头路？阿公你讲人吼，谁一定爱食头路？啊，你是在讲啥啦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人需要食头路，讲来讲去，拢嘛是为着钱嘛，对无？是哦。以早我感觉伫咧菜市啊卖菜趁钱嘛足忝的，啊是讲若无工课做的时阵嘛足无聊的。
还是有工过做较好啦。啊，无像即马咧，规工闲闲无代志，较早有金主陪我啦。啊无吼，迄逐工日子毋知要安怎过。阿公，我甲你讲啦，无工课吼会无聊吼，迄就是干那因为钱无够尔。钱若较济，就拢无烦无恼啊，对无？啊，好啦好啦，你免烦恼啦，你吼赶紧好好休困，哦，人好起来较重要。安尼使无？哦，哎，加杯啊！哎呀，啊，明仔载甲你讲遮，想甲你等。阿公，我先落啊。嗯。再听，我无本要高田啦，我是要甲伊讲，我着新冠啦。啊，你迄个保险代志，你甲我办办，我验过相片传互你啊。卖我懵去，真正。哎呦，哎。哎呦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加高清啦吼。多谢多谢。这道你讲的办法了啊！啊，无看我咧拼呢，我有性命咧拼呢，而且较衰小干，输甲安尼。跋筊学做拼，啊，逐工啊算机把笑好啊，使上班呢。洗靠背哦，我无亲像你遮搞啦。嘿，你安尼才叫做拼，贷款700-800万呐，去买一台游览车，啊，家己做头家，你小等下，明仔你莫走，你即莫赢叫。我得爱亲像你安尼做头家才叫拼，啊拼甲安怎？厝无去啊啦，规日要困车头安尼才叫做拼。啊对啦，对啦对啦，拢我毋对啊毋对。唔免安尼大细声啦，无迄个尻川，无食迄个下药啊。做头家，游览车无看即摆什么时机，要叫人贷款，足够的。拢甲开间厝拢靠你家己啦，你足够。一支无效。哦，他你嘛好啊，你伤含啊！我这台700-800万买的呢，收机啊，搁低的，你甲我出这个价钱呢，敢对？你想看咩啦？即摆这情况，搁拖啊，当时无人知影啦，35啦。那我若35甲你买，我嘛是坑咧食，唔知影，唔知我拖到当时哦。哦，35，你嘛伤拗啊，伤含啊啦，对半价的呢，哈。我多啦，安尼疫情 COVID-19，我叫伊来呢。无啊，你旧年买迄台毋才600万，啊卖咧，啊较无到600万，啊你即摆甲我讲即个物件，哪会对啦哈？都此一时彼一时。什么此一时彼一时？啊，35啦，吼，35哎，我会应互你啦。无啦，你想看咩？你想看咩？别紧，你想看咩啦？王爷啊，要参详者，唔好安尼啦，啊，王爷啊。目眶红，破甲这大空，想要步无半项，啥人知阮苦痛？这样240。等下呀，送你刚好，谢谢。来啦，你食饱未？阮诶，去甲我摕2箱2顿来。来啦，我煮一碗面，你食好无？
多谢。啊，珍珠有好无？真好啦，啊嘛真乖啦。真紧哦。你咪要读国校啊吼？系啊，今年都1年啊了。摕我要甲囡仔买啥物好食啦？免啊，你家地啦，免啊。啊无，帮我去甲囡仔买一个珠宝啦。甲伊讲哦，妈妈就较无用，等我时间哦，才等去甲看啦。他小跟食。哦。安怎？好看亲像公主。多谢你。你想要化妆无？好啊。去摕一个椅啊。姐姐，我要帮人病哦。好，来。帮人病哦。会有淡薄仔肿啊。你看，好快。有介意啊？叫佢答你。喂。阿公。哦，珍珠哦。阿公你好吧？哦，真好真好，阿公你要好啊啦。啊，你有好我食饭无？有，姐姐有帮我化妆。哦，一定真水的呢。阿公伫楼顶看袂到啦。我去互阿公看。阿公，你来看。你莫想我。好。哦，阿公看会到，亲像小公主呢。阿公，你要较紧好起来哦。哦。珍珠，那去内底困，啊？哎呀，阿公，加油好！阿公。牛。来，教官。上班就到啦。安尼敢要送病院啦哈？要叫救护车吗？兰姨姐，你开始先分看一下，搁继续安尼烧落哦，就要送急诊啦。你靠迄个地。有来，这。啊，我来。
有啊有啊。爸啊，哎，阿公，爸，我安怎？哦，阿公啥物时阵变遐老啊？啊你若真正足无爽快，咱来病院啦，唔好拖啦啊！嘿对，嘿发烧，嘿嘿足老诶，40度诶，40，咁咪好，安尼我知影。因讲即摆无想病人啊。啊，是安那？啊不，我哪会知？我已经讲烧到40度去安尼。哎呀，叫珍珠来，互我看者。阿公哦，阿公，你看阿公找你嘿。珍珠啊，你家己有好好运动无？有啊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。真好真。再来一次。啊，大家拢伫下哦。安尼我就放心。阿公，阿公，爸，阿公，安怎啦？互我困一下啦。无代志啊，无跟娘一好不？哦，我干嘛？一声。我迄几工哦，看到一个新娘衫，迄足水诶呢。我啥物时阵买去？我甲你嘿，上好就到遮。安那？你对我已经无感觉了。哎呦，你啥物意思啦？即马是咧？即几工伊对啊无伫咧，嘿，阮妈有好甲甲我讲过啊，伊讲了有一寡道理，咱两个无啥未来啊。伊叫我都爱甲你分手。啥物意思啊？我知影讲，你妈妈对你足重要啊。好，安尼啊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吼，我去恁兜遐，你给我甲恁妈妈当面甲我讲好清楚，好不好？当面讲哦。好啦。可无方便啦。会使啦，会使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即摆就过去。即马，毋是啦，议论，你听我讲，议论。即马叫阿妈，你先莫过来，过几工咱才好好讲，好无？袂使，我即摆就爱讲，我下面就过去啊，你等我。阮讲大，敢会用较紧的？歹势，头前读车无法度诶，我互你先来好无？亚军，我搞安尼，我已经伫遮，我门迄密码已经改去啊！我亚军，拜托你啦，我拜托你，好不好？你若是要分手，你嘛是爱甲我讲啊！议论，多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，我知影你一时无都接受安尼安排，毋过我相信，阮妈妈安尼做一定是为咱好。你这个是爱甲我演搞是毋是啊？啊，讲遐济要创啥？我来讲。我唔知道。你是？我真会讲，我住伫遐只，你是啥我？
你等下，你等下。依伦哦，哈，我是阿君的妈妈啦。哎呦，不管安怎吼，恁两个是好朋友。啊，以后吼，若有需要斗相共的代志，你拢会用心开嘴。啊，听伊讲一句话，啊，你生做都袂歹，要搁找还搁有伫个啦。啊，你讲阿君啊吼，一点仔都无速配。好，啊对啦，啊等于啦吼，你送我迄个包包，啊我放伫咧橱啊哦，啊拢还袂拆开的呢，啊迄个保险卡嘛搁伫咧，啊时间若还袂超过吼，你着赶紧摕倒转去瑞芳嘿，吼，就安尼，再见哦。喂，哦，有，好，好，我来处理。林小姐，歹势，住户无法度互你入去，无要紧。我讲话边哦，来哦，啉两者，啉两者。要好。哦。哎呦。今日第7天啊。嘿啊。刚才有你陪我开讲呢，时间过了较紧哦。袂啦，你好遐客气创啥？我应该做的。嘛是多谢你呢。安怎？无遮紧啊，等者。哎呦，大哥你看，一条线啦，你好啊啦，咩啊？啊，刷落样啊？刷了等佚佗啊，看要去倒耍啊。会注意啊？会啊，明仔载，即摆阁袂耍。好啦，你搁休困者啦。哦，好。伊伦啊，会晓袂？啊，要带你来食宵夜，还是咱来去食迄个粉粿饼？就你上爱介意食迄间，哈？今下晡阿伯去拄着一个水水的小姐，哦，迄人足好诶，你知？伊咧走长途的吼，哎，请钱是608啦，你知影扣偌济无？啊，互你哦，安尼啦，2000两银，伊扣2张哦，我安尼敢对，讲无要紧啦，你互你啦，我歹势，伊讲，叫我一定要扣呢，迄人那水尔，足客气的，心肝有够好诶，啊，毕竟欢喜规工诶，人自出世哦，迄手心是向下还是向上诶，迄早就拢注定好势啊。真正诶，有当时啊，规工再无一个人过，啊，咱嘛是爱甲伊拼，对无？你讲无人就是无人，啊，生活嘛是爱过，咱袂当因为安尼就失志，对无？阿伯，我永远想要食粉粿饼的。OK 啊 ，OK， 梁美高，你自细汉哦就是安尼，你若咧
心情若无好，阿伯带你讲，我咧食粉粿饼无，啊你就欢喜噶。哦，唔知即摆即阵敢有关门啊呢？我来拼者，我来甲包，哦，我包好，我咱来车顶食，好无？嗯。哦，你等者吼。哦，呀，这边的吼，这头家阿伯是煮1碗10块，食到即摆1碗40吧。阿伯，嘿，我会记得有一摆，我英文才考70分，你也是带我来食粉粿饼的。迄当阵是阿伯家己想要食啦，我家己想要食，煞袂当带你去。你来陪我食，阿伯上胜哥呢？你啊，我家己去食外下面煮的。5、4、3、Happy New Year！ 阿公，你做完啊啦，唔免搁关啊，会使四界拍拍照。遮尔晚是要去倒啦？会使去舞厅，你毋是讲你少年时阵做到跳舞？我老啊。无啦，看你会晓无啦？无我请阿伯炸小回来啊。袂晓啦。啊，我想要洗身躯啊。洗身躯啊？好。足爽快。姨姐，多谢你哦。你足乖。不会啦，你好好客气一下。姨姐，咱定去想迄有钱无钱啦。咱若好好做吼，天公拢看会着。天公若有咧看，咱就是参骄啊。人哦，凭良心啦，毋免甲人比，若比哦，就无意思啊。我要提啥毋通比，想要比嘛无得比啦。阿公哦，活要一世人啊，听讲厝外拢是假的啊，拢是因互看的，莫去新鲜人啦。厝内才是真的。阿公讲醉啊！真好，真好。想烧无？嘿。我还袂困啊。阿公困啊？困啊！拄仔摕洗身躯啊，洗洗就起困。哦。全世界新冠疫情一直延烧，伫世界各地造成真侪不方便。不过伫欧洲、意大利有一处社区，隔离伫厝内用，放送歌曲，快乐的唱歌跳舞。啊，无我甲你若变哦，真正有影不甲变过有影。大轰动，即摆咱就斗阵来看一下，来感受一寡气氛。迄嘛阮阿公呢？你看，遐倒啊，哇，真过日子诶，白白啊，通隔离的了。
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恁较注意啦哈，拜托的啊！歹势，恁必须加速。因为恁迄个阿公吼是新冠肺炎 COVID-19 确诊过身吼。即摆爱规定爱24小时来火化。这物件吼，恁看者，若无问题吼，才恁才签签。好。啊，加球对我来吼。爸爸，我嘛要去看阿公。真主你乖吼，爸爸来处理阿公的代志，然后就回来吼。啊，你听话吼，乖乖，你甲姐姐咧处理哈。你甲顾一下哈，吼。阿公。我安尼死过，迄种治拢总无。啊，即摆阿公嘛无伊啊，归去啦。即间厝放伊啦。安尼咱即个家嘛算了了啊。阿公去倒位？一个足远的所在。当时会倒来。暂时要回来啊？咱是不是要搬厝？为虾米？因为咱无钱。安尼以后我会用做伙甲你大妈。珍珠啊，你哦，你莫卖这认真哦，逐工透早啊。爸爸。安那啦？安那？阿公讲这是我的嫁妆，内底有足侪钱的，有钱咱就变搬出来对无？阿公讲这拢是钱哦。5000九，
啊，上尾一条3100，安尼偌济456700块。我300万块。哦，你阿公奈这几年包遐济出去，伊对家己拢唔感慨的呢。咱爸若是我都办告别式，啊，这个背包我哪有我都收转来？啊，等咱即间厝就袂用拆去啊！啊，即马就是无法度办。长都袂好去通报讲阿公已经好啊，啊人都随用带去啊。对啊，伊这个明明就阴性的嘛，啊爸根本就毋是得什么新冠死的，这本来就会使办告别式，较袂使。啊，但人即马规定就是安尼，你无安尼啦，要讲的。无安尼啦，咱着想办法甲阿公带转来。要去甲阿公带转来。好，我这个说明，好，议员歹势啦哈，歹势。啊，你这个啊，议员安怎讲啦哈？无啦，议员的意思是讲哦，伊这无度100%吼，确定讲伊这就是真正是阴性啦，所以这议员讲伊这无度处理。好啦，啊，我就甲快筛这阴性啦。哎呀，你也看这阴性啦，明明就阴性啦。这个要有进一步的证据，才有法度处理。这就证据啊，阮爸应该办告别式啦。无啦，即摆政府就规定啊，时代就无共啊，即摆局势嘛无共对无？无啦，啊，放咧心内怀念一下就好啊啦。啊，因为24点钟收紧嘛，阮后事拢袂。对啊，啊你甲阮处理，拜托乔姐，阮都拢你的票呢。哪来遮有效啊咧啊？啊，拜托的啦，你讲高正者啦。啊，往时嘛一世人嘛，才一概念。哎呀，小拜托爱办啦。你甲议员甲解说一下。我咧工作较大，阮前面交代啦。任务真简单，一开始爸，你含一个入去殡仪馆内底照片数，伫即马这个情形，伊一定是袂做的。恁两个就一直加入，一直加入。伫这时阵，我含阿伯偷入去殡仪馆内底太平间，我替阿公验，阿伯你摕手机录影，出来阮就出来了，阮就使甲影片交互议员，就会使证明讲阿公是已经好啊。安尼阿公带转来解决。无你搁讲一解，这我听无啥有。无啦，你讲啥？这安尼刚好啊。时间才短着，我嘛无目睭啦。啊，一开始毋是你要想的。我你这个赞啊！好啦，咱就去看卖啊，嘛无啊。无，小等者，你即马讲这我听无啥有。你搁讲一解阿姐。哦。你等下爸爸吼，爱一定尽量甲愈知无？愈少愈好。安尼吼，我含阿伯才有时间通去。哦。啊是讲你手机敢有电？有啊，哪会无？啊，录影你敢会晓？录影我煞袂晓，问啥问题？手机啊，撒咧我就翕仪节啊，仪节做啥物我就甲翕起来。毋是啊，你翕仪节要创啦？啊，别讲我翕伊。无啦，是对遐翕遐现场啦。啊，对只伊拢毋是讲好啊，讲我对着仪节就好啊，恁敢毋是安尼讲诶？好，无安尼啦，阿伯，你踮咧车顶啦，啊，珍珠去录影安尼好无？好啊，我来录影。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愈喊诶。啊，那叫珍珠录影啊？哦。我伫车顶要做啊？无啦，你无伫车顶啦，你还搁累啦。珍珠啊，阮大人拢去帮你找阿公，你家己一个伫车顶，你乖乖唔好袂走哦，吼。我嘛要去看阿公。珍珠你较乖啦，你是囡仔吼，一定袂互你入去的，安尼就无法度甲阿公带转来啊。你乖乖咧车顶唔好袂走，知无？你乖啦，阮踮要转来，吼，你乖。院长，阿姐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想要叫一个电座，因为吼，我巴肚疼啦。疫情期间吼，便所无phòng照。啊，你有看无？啊，看吼，因为但是你拜访啊，拜托的啦，我迄个一个啦。拜托的啦，拜托的，那就你想啦。哎呀，疫情你也袂使叫我卖吃卖放，对无？啊，用这公用地属公用的，啊，你无分钱呀？你甲老爹讲，啊，你那个骗人啊呢？钱呀，你甲老爹讲的已经上了啊。我哪甲你为难？啊，你来查啦。是你囡仔像诶。爸爸。来，妹妹来阿姨家。就算讲囡仔人咧困，你嘛袂当互伊家己一个人留伫车顶啊！这是违法的，恁敢知？歹势，我唔知啦。我敢知是无发生啥物代志。后摆唔讲啦，哈。好啦，无代志啊，即边就准拄煞，以后袂当搁安尼哦。哦，
多谢哦，多谢。以后袂安尼啦。真正当作咧拍电影哦。好啊，我这些人哦。喂，我是嘿。啊，今摆无啦，你毋是讲要帮我瞧？好啦，知啦，好。这声也免想办法啦。啊是安那？谁开来？你去场啦。啊是我讲啦。讲瞧袂去啊。啊所以咧，发生情形？讲规定等下一定要烧啊。等下要烧？来，咱大家要搞公拜拜吼。清楚搞公拜拜哦，来。爸爸。阿公咧，你讲要找阿公等，阿公咧。清楚你乖吼，你听爸讲。阿公吼，去田顶做仙啊，伊袂转来啊。爸，家孙啊不好哦。我甲你办告别信。爸，你若看到我，你会紧走，你莫我逃呢。我谁啊？我不好我都送你，我就送你到家呀。后时人讲有机会，咱再来出白行。你若到天顶哦，你若保庇你的囝孙啊，你保庇阿因几个岁啊，你互因平安，互因健康，互因拢幸福。你有看到爷仔吗？你有看到爷仔吗？无啦，无爷仔啦，嘛无猫仔、兔仔、狗啊，啥物拢无啦。囡仔人伫咧讲话较注意的，好无？嘿啦，都要亲像你安尼啦，教囡仔讲白菜啦，才是好姐姐。是你无通报哦，无咱是安那要补这出？是安那，可是我的问题啊。好啊啦。恁真正拢无看到爷仔吗？真主啊，你嘛点啦，大拢真忝啊，我爱伫吵。是安那？你，议论呐，要讲几届啊？叫你小起来，你是讲囥伊遐要做啊？你。无，伊就是安尼，伊自细安那无咧。我代替伊甲你回室内安到。为什么啦？兄弟问题，家己的查某囡仔教无好势，咱爸爸袂死的，还讲对嘛？你讲嘛是啊？笨手拢无白带。这奇怪诶，你大汉没啊没死，还你看伊气无啦？刚刚啊，是安那？凊彩啦，你好你啊，对啊，我公无伫啊。清楚哦，我是乌面阿公，叫恁阿公来听电话。我无阿公啊啦。你小心哦，我妹啊！快气无啦，看我不。啊是安那啦？等一下。喂？阿姐哦。嘿，无啦，我会现啦嘿。阮爸昨暗过身啊啦。无啦，无毋是。阿爸，迄落，你若是要租厝吼，就迄落3个房间啦。我含一个搬转来住。哦，好啦。呀，咱遮4个大人咧，要租嘛要租4间房诶。
厝税钱我出一半啦。袂用啦，袂就大家公平啦，你出4分之2就好啦。阿公，阿姐，嘿，嘿，我有件代志哦，你甲你讲。啊，迄一天就听珍珠啊，吼哭甲安尼吼，啊我心肝啊嘛足有出的啦。啊我当下吼，就四界敲电话甲大家讲咧，讲阿贵啊过身去的代志吼，啊大家嘛感觉足唔甘的啦。啊对啦，这本吼，哦，就是大家吼，拢包的钱吼，啊名甲钱拢写在这本内底啦。啥话啦？哦，嘛是算讲阿贵啊吼，近10多年来吼，伊陪到互人的钱啊。哦。哇，这济啊！哦，俺数行的王哥，青衣啦，青衣嘿好有。再来文昌伯啊，文昌伯啊，嘿，青衣啦，对。林文纯，这名啥？你爸的同学啦。哦，青衣啦。林东二嘛，青衣。无安尼。好，安尼。啊，你算偌济？47万1500块。对啦。47万，数无对啦嘿。嘿，安尼咱是毋是就会使立贷款啊？那安尼咱就毋免搬厝啊呢？对呢。哎呦。哎！大哥，珍珠啊，珍珠别打。我的阳光阿公卖 pasty 跟